湾甲纽西兰的经济合作协定按算明年会开始实施。纽西兰的牛奶进口咱台湾，就唔免扣关税，恐惊严重去影响到本土的牛奶。桃园市的饲牛协会就呼吁政府，就爱赶紧来提出配套的办法。桃园的农业局是强调讲会来增加本土牛奶的通路，卖协助降低成本。甲牛轻仓食草比起来，饲牛人心内是承受真大压力。台纽经济合作102年协定按算明年上路，全面开放免关税纽西兰牛奶，会对本土零牛场造成重大冲击。桃园市饲牛协会理事长明白表示，可能会造成30%本土酪农煞消息。今年开始，各大乳品厂为了因应明年免关税的牛奶，已经减量收购农民的牛奶，甚至于有一些超量就拒收，所以农民相当忧心，有可能明年会造成至少30%的酪农消失。针对纽西兰牛奶零关税冲击，饲牛协会将烦恼表示，政府仍然卡步上过班，亲像进口牛奶2个月算10年，本土牛奶2礼拜才算。按过标准算是同款，伫市场机制之下，消费者常常选择较俗的牛奶。劳动除了希望农业部严酷嘅标准，也呼吁教会推动嘅学生囡仔牛奶，应该都是提供国产新鲜的牛奶，唔是鼓励啉进口假的新鲜牛奶。本次将在这个新型设备跟技术上面给予这个辅导跟补助的支持来降低我们酪农的生产成本。另外，我们也正在与这个牛血研议，我们来推广我们产地血统奶或其他乳制品的开发。桃园牛奶一年生产差不多2万吨。合作协定上路了后，有个减少3成销量量。地方农业局也甲牛协建议，调向降低成本，增加本土零牛场通路方向来进行，希望能协助本土酪农农业永续经营。记者综合报道。